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1日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来看到总统蔡英文出访加勒比海友邦接近尾声，回程过境美国丹佛，嘛伫美国丹佛甲随团的媒体进行媒体茶会，这嘛是日任总统伫美国停留期间头一届公开甲记者接茶开记者会。 我相信2020的大选台湾的选民应该大家都，毕竟我们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啊，所以我们的台湾的选民我相信都会聚焦在我们的国家的未来，那么尤其是我们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 可以持续下去所以我觉得2020年的这个选战呢，是一个价值制度跟生活方式的选择。作为我们在实际处理事情上面的一个参考了哈。那重点还是我们必须要认真，而且更加认真的来做事情毕竟。 我们现在是执政者那国家的政务还是我们最优先的事情。作为一个总统对外国媒体将2020年大选看作是亲中加亲美路线的选择，总统蔡英文认为，这将是一个价值制度加生活方式的选择。 这次出访嘛是伊伫任期期间出访时间上长的一届。伊指出，台湾甲邦交国的互动会当实际改善人民生活，这嘛是一种接地气。蔡总统预计明仔会回来台湾。 继续，咱来看到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丹佛的第2天，参访美国国家大气科学研究中心。这嘛是对1990年英国的柴启人赴任了后，第2位参访的外国元首。因为最近台湾各地落强雨，地区淹水问题，蔡总统嘛特别关注落雨甲风台预测的先进科技。 听干部一边行上气象飞机，总统蔡英文伫丹佛第2天参访美国国家大气科学研究中心 NCA， 因为最近台湾各地强降雨造成真侪所在淹水，蔡总统特别关心强降雨加风台预测的科技。一般的原则就是准确度越高我们的预防的这个时间会越长，而且越有效率。那明年在台湾。 有一个也是一个剧烈降水的这个天气计划，我们单位的雷达会放在新竹的南寮，大概有将近90天的这个时间。为了要帮助台湾的强降雨预测科技进步，恩卡将会伫台湾进行观测计划。其实恩卡甲台湾一直拢有合作，最近发射成功的福卫7号，恩卡也提供真侪帮助。 蔡总统访问恩卡是伫1990年英国的柴契尔夫人了第2位来访的外国元首。造成这边访问的是犹太派美国联邦参议员贾德纳。They asked whether you picked this hat for me. This is a very good hat, and it's very appropriate for Colorado. And we're just glad that President Tsai is here to share in our heritage, our culture, and this opportunity. So I approve of her hat. 本来要穿牛仔裤了，来不及穿了，但是戴帽子给你们看。今天到这里来，我们一方面体会了美国中西部的风情之外，也更能够了解我们跟美国的这种各层次的交往不仅是在联邦政府，不仅是在东岸，不仅在西岸，在美国的中西部，我们都可以看到台湾人的身影。 蔡总统将做咱国第1位出访友邦过境美国内陆的总统，也被改良做台美关系愈来愈好。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今日报纸有发生什么大代志。联合报蔡英文总统日前宣誓立法院后一个会期要完成中共代理人修法，但修法内容引发争议。党政高层表示会调整相关草案，内部会搁再开会，迈含陆委会讨论，避免影响两岸正常交流。
自由时报教育部今年相关规范，保障各中学生表达意见甲参与决定的权利。未来不管是国小、国中或者是高中，学校拢袂当以违反服装仪容规定来处罚学生，上紧会伫108学年度来实施。《香港日报》香港反送中示威，预计今日下晡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要以调查香港警察暴行作为诉求，再次行上街路。香港政府嘛驳回主办单位对香港政府限缩游行的上诉。继续来关心气象，台湾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好天。气象局提醒，大台北甲宜兰地区今日甲明仔拢要特别注意有雷公雨，安尼无稳定的天气会维持到后礼拜二。拜六台北午后一场大雷雨落甲紧搁急，马路上的车辆喷起水，行程赶紧找所在避雨。有的人无扎雨伞、雨伞，南甲当哥哥。可是昨天出大太阳，没有想到今天会下雨。就是骑机车寸步难行，还蛮难行的，我连鞋子都脱了。气象局指出，受到低压大港午后对流云系阵风的影响，20号下昼对大台北、全台西北部甲宜兰县等17县市发布大雨警报。西北部甲东北部山区要特别注意局部大雨、雷击、强阵风，山区严防崩山、溪水不涨。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区，午后雷阵雨比较明显，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今天下午，我们也针对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其中在大台北地区，雨势比较大，有一些已经超过10量，50毫米的降雨出现了。而这样的天气到今天晚上，大致上降雨都会逐渐的缓和下来。中南部也继续有局部阵雨，上强雨势出现在屏东琉球乡，3点钟雨量破100毫米。预计入暝了后，全台雨势较缓，气象局提醒，拜日一时继续小大台北、宜兰地区，有望要注意午后大雷雨，无稳定天气将会继续到后礼拜二。另外，中华空气品质也尤其下设警报，因为沿海风速强引起土粉，地区中华大城空品指标破300，到危害等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南台湾落水落雨的灾情，屏东九如桥因为落雨造成补坎的土被水冲走，桥面破一大坑。另外，伫高雄的部分，真侪所在出现淹水，虽然大部分拢伫2到3点钟水就消退，不过林雅区一栋大楼的地下室淹水严重，三民区的住户嘛继续咧清理家园。溪水串流，屏东县10到暗时也落大雷雨，位在九如乡的大沙山九如桥，挡土壁也因此慢慢雨水来冲走。20的时阵，桥面就冲破一坑真大坑。这桥中间啦，都有下线，有可能咱九如桥有可能就会，伊有下线的，咱就要封桥啊。乡公所调来8站岗，希望发挥作用，若是继续落去，会影响到下一个桥墩。九如桥就必须爱封桥，会影响到九如通往屏东市的交通。29淹水严重的高雄，20林雅区要大楼地下室，也敢若亲像跳水池同款，大楼也因此继续停电。不知道就继续做啊，因为我姐不在啊，刚好他们去澎湖玩了。那你看现在的那个水位从那边降下来大概50公分了，所以预估底下大概1.5米的深度的水，那就赶快抽，因为他们一开始是用那个小台的，那个是抽不动的啦。市府按算暗时沿甲水全部拢抽掉，不过19淹水上深的三民区后顺街东西车无顺利开入去，水淹甲腰才悬。伫徛街内底，水淹甲家具拢东倒西歪。早起民众伫咧摒扫家园的时阵，讲当地排水不良，拄落雨一定淹水。只要下那个时雨量有超过一定的程度的话，那这个沟这个防洪的效果没有出现的话，那当然一定会淹，这个一定是风雨不淹的。像抽水站。马达拢袂够，拢无电，拢无够。市府中度勘灾，确临时人均的保住到1楼出来。离水闸门这水利设施当时是正常发动，只是做行政区1点钟的雨量达到80到100毫米，完超过排水设计。如果在这种急降雨的这个状况，可能会造成往后的议题。那这一个部分，我会请水利局来做一个检讨。市府原本就伫咧进行保住沟的护花工程，只是民众讲这个工程拖伤久，要求赶紧完工。李书川讲会赶紧来拼8月底进行来完成。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到准备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的高雄市长韩国瑜，7月19主持一届在海应变会议，就去参加暗会，一直到20号下晡才勘载。伊讲只伫暗会17分钟，伊是将勘载交予专业的人处理。清朝户外到徛街地下室了解饮水情形，高雄市长韩国瑜19暗时5点29在海应变中心开会1点钟，一到20下晡4点半就佫出现来勘载。因为原定要去台中进行参选总统的感恩行程，市府虽然讲行程取消，不过这中的时间到底去倒位，也真受到大家的关心。就去等着探勘，今天早上要继续探勘，下午呢我再回来。我们所有照的防灾的准备都是最标准的。韩国瑜澄清，这是家第一线勘载交予专业幕僚，市府运作无问题。不过有民众发现，伊无出现将近1天，中途有参加暗会，并不是在那里吃香喝辣的享受，是用高雄市长的身份欢迎全国餐饮工会来高雄开会。未来高雄的餐饮业、观光业、旅游业一定要大力的冲刺。无亲像一般地方首长有灾前赶紧到场，韩国瑜强调，其实水摕甲真紧，市府表现袂歹。日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也认为，应该爱多多替韩国瑜加油。韩市长也有相当掌握到状况，而且做了及时的处理，所以应该不至于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对韩市长还是要给予他多加油。李原定20暗时要甲韩国瑜食火锅会面，王金平也澄清，因为行程上无闲，一礼拜前就改期，不过也是会见面。而参加党内初选失败的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是伫脸书分享，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畅谈台湾贸易关系心得，希望台湾对世界局势变化提高警觉。不过也无讲到未来动态，也有是毋是要斗3工复选。记者综合报道。有独派色彩的喜乐岛联盟举行政党成立大会，未来2020年大选要家己提名立委人选，而且计划推出总统参选人，甚至分割民进党的选票，嘛引发外界注意。独派色彩真高的喜乐岛联盟宣布，创党20号举行成立大会，未来主题台湾独立甲正面实现，嘛要参与2020总统立委大选，预计推出10席区域立委甲不分区立委人选，也过宣布推出总统参选人。讨厌民进党的人有一个更较好的一个选择，推选出适当的人选来参选这个立委。那如果能够蔡赖配，这应该是乐观其成，让他们因为这样来当选，这也是台湾一个福气。过去伫民进党总统初选时，独派挺将行政已经有偌清德，甲民进党有一番的竞争。即马喜乐岛由原化为支持蔡赖配，颠倒互立委选情有分裂危机。民进党主席在阳台20号告家人为立委蔡秀英选情准备，2020大选瓦近，尤其渐渐参加田小英真真不下募款参会，到阳台化会，大家拢是台湾派，无应该分裂，被看作是过条啊卡。也毋过才过一天，就加条外讲。今天使用导图党，昨天是去故宫吗？参会。我们今天是市议委员的委员，这个是我们唯一的活动。谢谢，谢谢。指控立委复选无过回应喜乐岛，到阳台被看作是民进党稳固选情救回队。也毋过，即马两家分裂危机浮现，也互一向将沟通挂伫嘴边的到阳台开始伤脑筋。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最近批评民进党甲总统蔡英文被邀立名名医师忘恩负义。郭文哲讲，家己最近发现爱较控制的有好好的反省。台北市长郭文哲最近批评总统蔡英文甲民进党，甚至公开讲万恨蔡英文。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长姚立明提2014年的选举，蔡定赢出手相助，批评郭文哲是忘恩负义，和郭文哲无同意这款的讲法。反省我这几天有时候讲话太凶了。我昨天回去都说，我明天不要再骂人了。你说姚立明说讲到忘恩负义那4个字，我就实在是差点就。我要克制自己吧。如果民进党打得赢你这样，他们也不会让我选嘛。提起家己爱啉调咧，郭文哲强调会好好反省。也毋过一个讲到中央甲台北市的双子星开发案甲克调咧，甚至国家新基研究园区莲花道路、南港磅空8亿补助款也卡伫遐。郭文哲决定维持家己做。到时候花我自己的钱算了，我也不去申请来，我就直接就做了。做完以后。
反正到时候就看你们的良心嘛，要给多少算多少嘛。郭文铁进前则讲，中央甲韩国瑜客调咧比甲郭文铁客调咧更加严重。对着高雄市大雨成灾，市长韩国瑜正做攻击目标。伊讲，伊出席参会食饭，无拍拼来看灾。郭文铁也替韩国瑜来讲话。我很不喜欢这个叫救灾政治学的哈。我是慢慢被训练到说，好吧，就是从俗，你知道，但是在我心里面想的时候，其实无名的国家，你知道，应该还是制度比个人重要。面对2020年大选传出郭文铁的演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来互相结盟，对抗国民党甲民进党。对此，郭文铁无积极来护任，也互参选留下想象的空间。有吗？有想要跟郭台铭结盟吗？谈合作？再说吧，想想看呢。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年是出名画家张万团801岁诞辰，国父纪念馆展出伊的作品。文化部长郑丽君嘛到现场欣赏。针对台北地方检察署无起诉艺人郑会长，伊是透过幕僚表示，进程已经做出回应。画笔真奔放，色彩鲜明，画出淡水甲观音山早年的古朴景色。这幅画作内底白楼是淡水已经被拆掉的洋楼，这阵景地由画家张万团在1978年的作品内底看到。张老师为了保存这个淡水白楼，还捐画去救白楼。很可惜是淡楼的白楼没有保存下来。张老师的特色就是他的画速度很快，一笔就画下去，色彩非常丰富。会对淡水这样有感情，生于1909年出世的张万团，故乡就伫淡水。1930年去日本留学，受到巴黎画派、亚洲画派表现主义者影响，奔放的画作风格，可以被称作台湾亚洲派之父。就连桌仔顶面的鱼啊，在伊的描绘之下，拢显得真豪放、立体，而且非常的特别。看到的鱼，好像连猫都可以闻得到腥味哈。我都开玩笑说我是素食者哈，看他的鱼也看得津津有味啊，那里面满满的他的生活情感。今年拄好是张万团801岁的诞辰，国父纪念馆展出伊260多件作品，礼拜早起举行开幕式。文化部长郑丽君也到场来观赏画作。另外，一生对着台湾美术史的教育甲传承，拢具有深刻意义。而最近北检对着艺人郑会长改线脆皮事件无起诉，郑丽君无愿意来谈论，只是伫咧脸书讲，这个脆皮是出自对转型正义误解甲扭曲。不过，若是对郑会长来提出告诉，伊不如选择有更加多应对社会对话。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湾羽球选手邱天成伫印尼羽球公开赛的4强赛，面对泰国选手瓦查龙，两个人对战77分钟，邱天成以2-1的成绩拍赢对手，进入决赛。台湾的羽球一哥邱天成伫咧印尼公开赛对世界第10位泰国选手瓦查龙。世界排名第3小天较耐心，甲对手来回击球总共拍了30拍。虽然邱天成最后无摕到分数，不过现场的球迷是看甲真够气。小天伫咧第一球后半段拍出5-2的攻势，甲分数扭开。最后对手回球阁出界，小天就21-19首先摕到第一局。这场4强赛对手瓦查龙，伫第2轮时阵。拍败世界第8地主印尼选手景婷，小天伫咧第2局，互伊以18-2赢转去。不过到了决胜局，瓦查龙的体力变歹，小天是全力伫咧拼，这球阁拍到涂骹起球，虽然无提分，不过互对手真大压力。小天保持领先，摕到5个赛末点，即便互对手回球挂网，邱天成摕到胜利。经过77分钟了，邱天成以2-1赢球。今年第一遍拍入决赛，也是第一遍正式超过1整系列赛冠军战。不过早前的女单4强赛，想要卫冕的世界球后戴资颖，面对日本选手山口茜，规场比赛明显状况无好，只敢拍32分钟就互对手以直落2局淘汰。伫比赛了，小戴讲伊身体无啥爽快，开始拍进前就感觉气有淡薄仔喘袂过来，造成伊规场比赛无法度好好发挥。
英国游泳考到拍第4强，顺利保掉世界第一。后礼拜要转战日本公开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希腊雅典伫这个月19发生5.1的地震，至少有2个人受轻伤。伫秘鲁南部有火山爆发，当地马上疏散当地居民来避难。另外，美国阿拉斯加是来发生松林大火。地震发生的是昨天，房间拄好海甲真厉害，滚落地土骹。希腊伫当地时间19号发生瑞士规模5.1的地震，震央伫雅典西北23公里的所在。较长的是伫架起去，街路上的车窗玻璃被撞掉，游客甲民众惊甲向共逃生，拢走出户外避难。We're sitting outside McDonald's at a table having our lunch, and suddenly it started to rumble, and then there was a big shaking, and people started coming out of the buildings around us. I think they were being evacuated. 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口有一处废弃建筑，伫地震迄当时受到严重破坏，至少有2位民众被砖仔下片攻到，受到轻伤。镜头转到秘鲁，为直升机看出去，火山喷出来，火一直往四周探开。位于秘鲁南部的乌维纳斯火山19号透早，小连续发生2摆喷发，烟雾飘散到附近的社镇，当局赶紧疏散数百人避难。Dicen que hay que tomar todas las previsiones porque el material expulsado del volcán puede prever una mayor actividad. 同款充满烟雾，美国阿拉斯加发生松林野火，消防员早伫港区进驻拍火。美联社报道，今年热天以来，阿拉斯加已经发生数十件野火，空气品质有警报。受到极端气候影响，烧热侵袭阿拉斯加，就算是位于高纬度的地区，也挡不过烧热天气，一再出现酷寒引起的灾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条意外消息，伫嘉义乡六卡乡一间畜牧场，伫昨下晡一名红姓老员工咧做事的时阵，疑似无细致跋入去机器内面，当场死亡。意外原因嘛已经请报检察官勘验调查。嘉义县消防局六甲分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甲牧草粉水机内面的草啊搬开要救人，不过即个人看到姓红的工人的大腿骨，明显已经无生命现象。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现场为乳牛牧场，男性员工年约71岁左右不慎掉入绞碎牧草机器里面经查看后发现已呈现明显死亡现场交由员警处理。 71岁姓洪的员工伫咧牧草场饲牛已经7年多，昨伫咧处理加水牧草工作的时阵，本来应该徛伫咧2公尺半悬牧草粉水机边悬台铁塔板顶头。 不过，敢若因为操作无细致，互粉水机内面的更多放入去机器内。死者后生讲，头家进前就来提醒讲要注意安全，不过无想到讲佫发生这边的意外。恁爸来遮做偌久啊？做几档啊？几偌档啊？伊平常时拢家己一个人咧作业的呢？照我了解，伊是一个人。一个人咧作业咯？照。 讲我是讲伊平常时就拢有这个习惯。哦。算伊捌甲阮报告，讲莫安尼。代志发生迄当阵，只敢这位姓洪的员工一个人伫咧作业，现场也无监视器。对死亡原因，牧场的主人深受涉及，也无过失致死的刑责，也怪等检察官勘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疾管署公布，台南市甲高雄市各增加一个天高的病例。台南个案是住伫东区中孝里一名60外岁男性，高雄个案是三民区国小的女学生，两个人拢确诊感染天高的第2型，目前咧住院治疗当中。 疾管署表示，台南个案潜伏期间，除了伫徛街以外，大部分活动拢伫公园、甲府城、甲工作地点，嘛甲即个地区确诊个案有地缘相关性，研判个案伫东区感染的可能性较悬。另外，伫高雄个案，这名女童伫5年前嘛曾经被通报感染天狗热。以国内疫情分析，囡仔被中伏感染的案例较少看。 疾管署初步研判，女童住伫的所在周边社区感染的可能性较悬。到目前为止，国内已经累计55例本土天狗热病例，分别伫高雄市有43例，台南市总共有12例。继续做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
部地区上低温27度，上关温36度。中部地区上低温26度，上关温34度。南部地区上低温25度，上关温33度。东部地区上低温26度，上关温34度。华岛地区上低温26度，上关温33度。新闻最后，再回来去古巴看天国文化。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公视早起新闻，咱再会。